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楊永宇。作為香港人，我哋共同經歷咗呢幾年香港嘅急速變化。我哋熟悉嘅香港逐漸變得陌生，香港變成好似豆腐咁樣，政權好驚民間嘅一句說話、一次遊行、一個回憶就會整散成件豆腐。香港人失去咗發表真實意見嘅渠道。媒體做街訪嘅時候，如果題材稍為敏感少少呢，好多時候都會鳥獸散。同以前市民面對傳媒熱心而且放心發言，情況真係天淵之別，令人痛心疾首。好在有一班有心嘅香港人仍然堅持信念，搞咗一個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。第一次嘅調查已經完成咗，結果亦都會即將發表。第二次嘅民調已經進行之中，呢一次係關於社會指標調查。份問卷我已經做咗啦，係問受訪者對於自由、民主、法治、司法獨立、平等、廉潔等等嘅社會指標嘅睇法，非常之有意思。早前已經登記加入意見群組嘅朋友唔使再登記，你哋會陸續收到電郵。如果你哋未收到呢，就請你哋檢查一下會唔會去咗垃圾郵箱。希望各位踴躍支持，繼續為香港、為自己發聲。多謝。